弟兄姊妹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《申命記》第8章第1節至20節，主題係摩西勸告以色列民不要忘記上主。作者喺《申命記》第8章記載，摩西勉勵以色列民要謹守上主嘅一切誡命，要紀念上主喺曠野嘅40年時間點樣引導同試煉百姓。上主喺佢哋飢餓嘅時候，降下嗎哪作為食物，教導百姓，人活着唔係單靠食物，而係靠上主口裏所出嘅一切說話。而摩西警告以色列民進入應許之地後，唔可以驕傲，又或者忘記上主，因為上主曾帶領佢哋離開埃及，走過曠野，並且係賜福嘅神。最後，摩西特別警戒百姓，唔可以認為財富係靠自己嘅能力可以得到嘅，要記住一切嘅祝福同能力都係上主所賜，同埋要謹守上主所立嘅約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《申命記》第8章記載，摩西勉勵以色列民要紀念上主喺曠野嗰40年點樣引導同埋試煉百姓。咁你願唔願意信服喺上主嘅帶領，放低自己嘅計劃，同上主同心同行，學習經歷上主嘅保守同祝福呢？